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迄天，国政啊去到阮兜巷仔口的面店啊食面，结果隔壁就刷咧冤家啦，规间面店啊，桌啊椅啊玻璃拢共喊破。面店的头家出来讲，恁安尼都火烧山连累狗啊！啊无我的代志啊，恁吵嘴，煞喊歹我的玻璃，淹倒我的桌啊椅啊！火烧山连累狗，即句俗语咱一听就知影。火烧山，山内的狗拢总撞出来，受着拖累。啊，这用动物咧比拼的俗语介济哦。火烧山连累狗，狗受尾。搁来第二句，国政啊来讲安那咧？讲我出来要占，要做中人，要做公亲啦。结果两个咧冤家无甲冷静，其中一个讲无定你含对手迄个斗空的高空烧人头就会哦。高起头俗语讲高空烧人头，咱知影讲山洞有当着啊狗对一空问入去，等下伊对远另外迄空问出来，因为恁后壁山洞拢有烧人头，这表示啥？表示讲恁跋一忝的，恁斗空的，恁串通好势，所以我要共占，共做公亲，人无冷静，我呢头壳绕咧，家己讲一句口说家己的话，讲无啦，我无影甲对方串通斗空，我是好意要甲恁占好开，你当作我好鸟管百家啦。当然，即句话正面的意思讲社会上有迄个人真热心，虽然无咧做里长，无咧做林长，不过咱要分一个预防社的通知单，也是要分一个议员提供的快胎，人议员会陪同林长一家一户去共立电联，这叫做好鸟管百家热心的人。不过反面咧讲，就是讲伤过头热心，逐项要杂插。敢若药店的甘草共款，国政啊家己口说家己讲，我出来甲恁占，我是好鸟管百家。你毋好想讲我甲倒一边有串通无啦。结果换对方迄个我要共占，毋是干那这边即个对我不服连对方迄个嘛讲，我看你毋是好鸟管百家，你是龙狗小狗。这原来用动物咧比拼的俗语，我无影讲会晓安尼讲话共煽动叫人冤家啦。啊，这国政连解说都毋免，因为社会上即句话咧流传，咱真知。知影讲龙狗相加，就是表示对这边讲一款话，对另外迄边佫讲无共款的话，要煽动人冤家，安尼叫做龙狗相加。讲来到这，咱就发觉，今日所开讲的，拢总是台湾话。用动物来比拼的俗语话，因为生活中咱看到动物一讲，咱就会当理解伊的意思啦。